嘿，药仔伫遮，啊，秋兰无出去做生意。秋兰啊，秋兰哦，哟呼，喂，安那无出去做生意啦？啊是安怎？较细声的啦，阿海伫咧困啊。哈，你人转来啊？伊即个人哦，雄雄都无去啊，即摆搁雄雄转来，我嘛毋知要安怎讲。啊，要早无消息，要转来免通知。哇，这性格人毋是凊彩人嫁会着呢，恭喜。我看哦，我是物件紧摕互你，哦，啊，无等下去看着，搁踮咧黑白想。啊，什么时阵要伫？无要紧啊，我准备买一个新的啦，这两支你慢慢磨。好，好，我来走。稍等。来啦，这支刀啊哦，你摕去试看卖咧，足内较细腻的哦，这是阿海透明做出来的。哎呦，水哦，这个刀啊细面足鸟的呢。啊，这偌济？唔免啦，你摕去用啦，才讲麻烦你甲阮斗放送。就讲这款的刀啊，阮阁有几落支咧。我若甲你斗放送，这无问题啊。啊，毋过若甲你额免钱的吼，哦，这就袂用呀。等。这尾鱼啊，掠去拄上。哎呦，唔免啦。啥物免？人爱互相啦。你若毋摕互我见面哦。好，多谢。多谢啦。好，较细腻啊。好，安尼我来走。好。秋兰啊，秋兰啊！阿姊，秋兰，阿姊，你哪有银行来啦？看到你来，我足欢喜的。欢喜哦，还阁有咧。阿母，阿辉，阿辉啊，足久无看到你，阿母才想你的。小礼物啊，不成敬意，请笑纳。哎呦，佫遮客气哦，请坐啦。谢谢。秋兰啊，你敢知影伊要来创啥啊？你佫叫伊坐。是安怎？这个老啊想要娶阿辉啦，今仔日来提亲的啦。什么啊？阿母，出去！阿母，差点心酸阮啦。啊不，本来我应该跟阿慧一起跪下来求你成全我们的，但是我是中华民国革命军人，身穿军服，不能下跪，请你原谅。你是在讲什么啦？伊是在讲啥？我哪听拢无哈？你管伊讲啥？卖插伊啦！哎呦！阿母，嘿，好啊，你是咧对什么呀？阿母，叫我要创啥？你阿姨甲你讲的拢唔听，我加讲敢有效？阿母，希望你会当了解、谅解我。你阿姨就甲你讲啊，做兵的唔好，你硬要第二啦。阿姨是咧关心你，替你伫咧想呢。你唔听啦。你敢知影你安尼做，你阿姨甲我会有偌艰苦、偌伤心？我已经甲你交代互你的阿姨啊，你唔听伊的话，就是无听我的话共款啦。哪有啥物通好讲的？迄个兵啊，加你遐尔啊济，一年到当四界伫咧走，安尼生活敢会稳定？凡世人伫咧大陆已经有娶某啊，以后若是返强大陆，伊等去故乡找伊某，到时就要哭无目屎。阿母，要讲伊介意我，关心我，我嘛真爱伊啊。爱一个人，迄种感觉，我毋知安怎甲你解释。你莫阁讲啊，你讲我也听无啦。阿姊，我即摆要安怎做才好哈？我都有甲主动啊，啊，毋过伊都毋听我的话。我这做阿姨的哦，伊无爱听啦。上无哦，伊应该会听你的话。你去甲讲看卖咧，即马
真是唔知影要安怎讲才好啦。无我看吼，规矩安尼啦，代志已经到遮来啊，咱都吼先赶了摊坏啦，甲迄老仔赶转去啦。家辉吼留踮厝里住几工啊，你偷偷甲讲，我有法度破解无？好是好啦，毋过人来是客，无我煮一顿较济炒来请伊，食饱了才好转去啦。好啦，啊，给我食一罐。恁食啦，莫客气啦吼，尽量啦。再食饭啦，好啦。阿辉啊，你甲讲吼，这菜瓜吼，拢咱家己种的啦，足甜足好食的，叫伊紧食啦。谢谢，阿姨，你先请用。做伙食啦，来啦来啦，免客气啦，来。哇，那这哪里？哎呦，这样，那这汉人啊？食饭啦。哇，煮我这青菜啊！哎，阿伟，这久无看诶。哎呦，这做兵的哦。你好，我姓张，李兆章，张耀国。你在讲啥？我都听无半句。外省的啦。好，我这官做大了哦。请坐，请坐。谢谢。歹势啦，打困起来无洗手面，我来洗洗。小兰啊，人客伫啊，无人按来，你是来批账嘞？嘿，啊，我伫遮，你是大细声啥啊？我问我某袂使。你走出去半冬，放某放囝无看的人，你凭啥物资格骂恁某哈？这啊，你安尼讲就毋对啊呢。我出去半冬是拼生拼死，拼一块车要倒来开店呢。什么我放某放囝？讲到敢若真诶，若无是安怎树兰啊要遐尔啊辛苦，出去卖药趁钱饲遐个囡仔啦？阿姊，莫讲啊啦。无啊，姐啊，你即嘛是咧甲我讨人情呀？你若要讨人情哦，遐药拢搬转去啦，莫囥咧遮顶地啦。反正咯，我即摆要开店哦，生意足无用啦，我也无要互阮某搁去外口咧卖药啊。有影无影，讲到敢若真诶咧。出来，迄个倒叫做，互恁大姐开一个眼界，莫讲我咧臭歌。你倒你也飘摕去啊？你要不要紧？是啊，啊你早顿的遐个铁帮哦，我想讲佫会当拍几落去倒，我就请因替咱宣传啊。姐啊，有听到无？倒随拍出来，人随买去，搁要甲咱宣传，安尼我有骗惨。容易啦。是啦，后壁迄支倒甲你买偌济？你倒哦，就换迄尾鱼啊。啊！我靠！迄支倒我是拍买做见本的呢，你敢换一尾鱼啊？哇，你才赔了酒啊你！嘿，你先痛啥哈？喂，一个大男人怎么可以欺负女人呢？尤其是大老婆，那是猪狗不如的呀！靠腰啊！你究竟合着小暗哦？讲无规半我听无半句。哦，恁爸半年无伫厝的，迄一天转来，你活头做你走。今仔日后壁来，你就举我去倒送的。我你是恁爸母还是后壁的某哈？哦，我无伫的时，你拢甲伊偷来暗去。你是去小心啦，话安尼我袂讲哈。你遐尔唔甘你去倒，你敢无知了我拍一支看较好的哦？啥讲你爸无知影拍？哦，你叫你爸拍，恁爸就拍，袂瘾拍。阿海，你是要去倒啦？恁爸要找鱼啊，不要凶残的。小爱跟去看看，不要让他出事。好，有我在，你放心。你家己较细腻呢。嘿，大伯，你要小心一点。我是要哪甲挥动啦？上无，当今这个士官长哦，比你嫁迄个拍底还会较好啦。唉，心爱的，再会啦，母亲花，咱来有卖无？哈，大鱼敢若切豆腐的啦。这个岛真正咱全台东排头一坎。啥人拍？啥人有才调拍到遮好的岛啊？迄当然嘛是秋兰啊，因翁拍铁海啊，才有法度拍到遮尔好的岛啊，对无？那当然伊拍菜岛的技术哦，全台东无人通甲拍铁海啊比。
阿良师咧，拍铁海本来是阿良师请的咧。啊对。阿良师要甲拍你海啊底哦，迄辣椒猪鸡腿啦，来正拄好。你这支阿良师拍的无？吼，来，我这支拍你海啊拍，大家教看卖吼，弄破无白哦，吼，来哦，嗨！你看卖哈，这阿良师的啦，这咱拍铁海也的啦，你看炒有做无起家去啊啦，哎呦，我甲恁讲，买菜刀就敢若拣新肥，唔通拣迄落会食袂烧精的啦，拣这落耐炒的啦，拍铁海也就对啊啦，吼，对记哦，吼，正人会记啊，你买菜刀绝对要去拍铁海啊，吼，手咱啊用人拍铁海啊，吼，你即摆一个，你创啥啊？啊，要饲要坐椅啊？好好空的啊！金牛，出来讲金牛，你母咧较好咧，会敢要偷摕偷拖啊？啊，你当我拢唔知嘛？你嘛只是个无打袂晓啊？无趁电话嘛咧？我是啥物款啊？我知啊，你有受用啊？你喙敢爱笑着咧啊？用，你啥？使的啊，咱欠人的钱呢，对不对？我伫遮拄利息啊，我扛袂住啦，踮就下班啦，袂去啦。你有听到啊无啊？恁土地啊对你这个始终啊，无像你这款师傅啊，欠人的钱我偷摕偷断，你会感觉见笑啊袂？伊自透早来，你甲绑到即晚，啊，免做事伫遐徛，安尼是咧偌歹。知，都甲你讲不要紧就不要紧啦。中昼的时候，我嘛有休困食饭啊。安尼听有相信无？我是无甲苦动的，我是照规矩来的咧。透早甲绑到即晚，安尼阁无甲苦读，啊无是。好了，别动你啊！别动你啊！再打会出事儿啊！你欠我钱，你股票甲拍受伤嘛？我甲你讲，阮股票是咧做警察咯，我叫人掠去哦，把他头洗三无理啊！快！啊，这警察外院啊！你想讲这警察，我就惊你哦！安尼照定的啦，全台东上大啦，顶拢伊咧管的啦，安怎？说介绍，骗，哎呦喂，怎样啊？打大声了！听啦，查甫囝仔咧变骗，这夭寿了，我真夭寿。阿辉啊，阿辉，丈母娘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阿辉啊，伊哪走去啊？伊要去高雄办代志，过2、3工就回来啊。感觉是会转来。我唔知影，我问伊要去转去高雄办啥物代志，伊就是唔甲我讲。三，到这来啦！你个边个走去啊咧？有受用啊啦，叫警察来，等这三个就哭啊咧。哟，我都无想。骨推啦！阿辉，阿母，你若伊要转去啊，伊直甲我吩咐，叫我要较注意你的。你已经坐伫遮等伊2工啊，伊若是拢唔来，伊若无来，我会去找伊啦。阿母祝福你。阿母，你会想阮爸爸有悔无？
就想的，就想的。心爱的，心爱的，再回来，再回来，不情花，啊不情花，可比不情你。谁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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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咧讲啥？真正叫警察来啊啦！警察来啊！嘿啦，我听到警察。啊你是咧紧张啥啦？我是讲哦，迄姚秀良啊，看到姚秀良啊了，警察伫遐啉烧酒啦。唔正经，你唔正经，你咪讲好势，还咪错一个。我都还未讲完，你遐紧张。我是讲哦，迄警察伫姚秀良安兜啉烧酒，啉的哦，反射等下安咱才来啦。我操啊！但是要啊，要安怎落啦？啊，警察来啊！叔叔你好，要讲。阿慧呢？阿慧哦，阿慧出去啊啦，出去啦。这阿兵哥带领，这唔惊警察，警察惊伊。对。进来。免了，你说什么了我也不清楚。我今天呢是专程拿钱啊来给你还债务的，希望你成全我跟阿慧好不好？啊，这刚才高lap就是暗的，恁得听无半句。我听了这个钱，哦，好，这我可能啦，这身体病啊，我看。使，对我代钱哦，这钱给你哦。我这个钱呢是拿来给你去姚秀龙那边呢，就把钱还给他。哦，使啊，平安代钱讲这钱哦，要互你。姚秀良啊，这我该嫌不清楚啦。啊，那是我的偷盗好吧？哎呀，干，姚秀龙晓摆者。了事啊！啊，你意思就讲我去互迄唔正海啊下去就对了。是啊，伊哪有可能交袂到什么兵啊甲大官啦？你讲安有理啊？好，我想有愈想有愈理气啊！来，你里面来找算账，行。早安，啊，你这个唔正海啊！你七月半你唔知死我，了事，甲你起来。等，别点啥？啊，别点啥？警察了。哦，一可能角的啦。大呀，刚你有表呢呀？恁爸嘛有表囝噻。阿公，是啊，看者，怎么？表姐是你哦。